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1篇15节到16节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节到第9节，19到24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，马太福音27章57节到6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预备。重视主日之后，教会节期进入了圣周，我们说的受难周。当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，叫门徒去找一头驴子，而那一只小驴驹是主人已经预备好，要给耶稣来使用的。礼拜四的晚餐，耶稣基督也叫彼得、约翰去预备。而我们看到那一间被称为马可楼的房间，也早就预备好了。然而，在与耶稣基督共进晚餐的门徒当中，犹大也预备好了，却是要出卖耶稣。祭司长的钱呢，也早就预备好了。我们把场景跳到受难日之后来看，那十字架也预备好了。当耶稣基督断了气之后，一位从亚利马太来的约瑟，一个富有的人，当将家中已经预备好却还没有人用过的墓穴来给耶稣埋葬。耶稣基督早就预备好要受苦，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他也预备决志，并且定义要走这一条受苦之路。彼得告诉基督徒说，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受了这么大的苦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志来预备自己，让自己能够与罪恶来隔绝。虽然许多事情不见得按照我们的意思、想法来成就，但是很多的事情我们仍然需要有所预备，使我们能够随时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与主同行。亲爱的兄姐们，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预备好要为主所用，预备好要与主同行，预备好要与主共进晚餐。当然，我们千万不要预备跟犹大一样背叛耶稣我们的主，这并不是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要如同那驴子、那马可楼、那墓穴一样，成为主所需要时候的一个器皿。诗篇31篇15节到16节，我的一生在你的看顾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和迫害我的人，你用慈爱来待你的仆人，用不变的爱求你救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愿意随时预备为主所用，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成为主的器皿，能够与主同定十字架，得到复活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